我終於都揾到啱自己嘅護膚公式啦，就係早 P 晚 out 啦。平時我明明日日都敷面膜，但係啲皮膚都依然好 dry 啊。但係估唔到 Pheromone 含有嘅全素玫瑰花胎素咁神奇，佢嘅配方係根據皮膚生理時鐘而推出咗 Day and Night 嘅系列產品，咁就日頭幫我哋做 protection， 夜晚幫我哋做 repair， 一日24小時都幫我哋由內到外養膚，堅持食用就可以擁有水潤素顏美啦。Pheromone Day and Night 含有世界上最珍貴嘅美容營養配方大馬士革玫瑰。佢係有高含量嘅礦物質、維生素同埋抗氧化劑㗎。Pheromone 日間防護可以抵禦紫外線，增強肌膚屏障，保護肌膚唔易受到傷害，維持水潤健康嘅狀態。而 Pheromone Night 夜間修復就深層滋潤肌膚，促進膠原蛋白生成，修復受損肌膚，改善暗啞膚色㗎。我用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感覺自己年輕咗，皮膚水潤咗，啲細紋又淡咗，連素顏嘅狀況都好咗好多添。全素玫瑰花胎素，食出水潤素顏美，我就揾到最適合自己嘅護膚公式啦。你呢？